家好，我是陈明章。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中西空中信箱的节目。音乐对你来讲是啥物呢？是生活中的陪伴，青春的记忆，还是工作的背景的声音？你啥物时阵会听音乐呢？欢迎恁来听阿中西空中信箱这个节目。伫遮呢，咱做伙来分享咱的音乐故事。喂，这两三四，大家听到无代志？大家好，我毋是陈明章，我是陈明章的好朋友，春天伫倒位的黄静雅、黄静雅。欢迎大家收听阿中西空中信箱第8集的节目。大家应该会感觉足奇怪，那毋是陈老师的声音。听众朋友大家好吼，他都有讲，我是春天伫倒位的黄静雅。今仔日咧，我来做阿中西空中信箱代班的主持人。头一届来到阿中西空中信箱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陈老师，我今仔是来做人客，无你来做主持人，煞变做主持人。你记得咱是安怎熟悉啊？对啊，咱今仔日吼做伙来开讲，即个自细汉就熟悉好朋友吼，陈老师吼。陈明章老师吼，差不多30年前你是我签的歌手对无？真正差不多30年。毋过迄个时阵我是学生，我搁伫台咧读研究所，就开始写歌。我想要甲你做一张唱片，对无？对。后尾也就无做，因为你嫁人了。搁讲甲搁头前。就是我是安怎会知影陈明章老师，是迄阵你出掠公歌，搁下晡的一出戏，迄阵咱也袂熟悉。我先知影老师的歌，我是你的歌迷。听到这两张专辑，我真正足感动的，因为迄个时阵台湾的台语歌无迄种风格，无迄种和过去比情的台语歌无共款。所以我就开始讲，台湾的歌会当写做安尼无共款，我就足感动，我就喊我的同学猪头皮。我知，主要是伊是我的同学，我就开始认真来创作，所以我会踏入歌坛，完全是受到陈老师的影响。毋是，要是咱伊甲我带是无问题，过我开始有兴趣，是因为听到老师你的下晡的一出戏。所以安尼误入歧途。误入歧途，你会记得咱两个头一首合作的歌无？上台湾的店，欢喜来到这的咱台湾的店，有无？系啊，迄是咱第一遍的合唱。可是我们的名字一起出现，是出现在板的那个专辑。毋是江中岁月咧内底。不，江中岁月是较后壁。较后壁。板道板道是上开始咱的做伙算合集内底。陈老师，你伫迄张做啥物？板道啊。板道搁啥？乌狗乌鸟。乌鸟啊记。乌鸟流浪下班哩。你敢会记住我写啥？想起啦。想起对，板道是我第一届和即个阿中西做伙合作。虽然讲阮无合唱，毋过咱做伙伫迄个专辑内底。迄阵拢，我应该讲是逐个拢初出同门啦。阮啦，互你带，无，你迄阵已经是阮做养母的一个前辈。我嘛是误打误撞啊。就带阮遮学生囡仔做伙出来。我加恁无几年尔，我加恁，我是以前是1990嘛，1987嘛，尾啊班导是1992出来嘛，但是我入去同门的嘛是，老师嘛是1986啊，比阮加足早啦，3、4年尔。干嘛呢？对。好啦，咱搁转来讲，旧年我转来见面到即摆已经特别一冬啊。这一冬你家己的生活有啥物改变？这一冬哦，系啊，可怜啦，4年啊，食饭搅盐嘛，有影啊。
都建筑中断啊，毋是食饭饺盐，哇，大家规团啊，干要变去食啊，演出中促销啊。真正都凄惨。啊，你 CD 啊，即马 CD 互囡仔播，伊嘛有爱播啊。讲到即个出版的，出版就已经，你包括册嘛共款所有的市场拢感觉拢停顿啊。嘿，对啊，所以为靠演出啊，演出搁安尼，啊，毋是爱食饭饺呀。你每个爱生活，但是你拢无收入啊，对无？系啊，咱一冬我无见面嘛，顶届你有问过我倒来创啥？要到20冬，我拢住伫加拿大，顾囡仔。即马囡仔大汉啊，我第一当开始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追随陈老师的脚步，陈老师是自以早就开始拢一直做家己欢喜的代志。你芳巢迄阵有出2地嘛？对。对无囡仔歌嘛，春地伫倒位，还佫一个啥？搁一个生活是一条歌。对啊。迄是咱上尾一届的合作，老师有帮我唱一条歌。我袂记啊，真正袂记。怀念的歌我刚才讲阮囝咧唱春地伫倒位对无？对。伊足歹控制，乱。有迄阵差不多3、4岁吧。嘿啊，对啊。足古锥的时阵。伊拢偌大声唱，超工。我就是感觉讲，伊足古锥的我咧唱我家己的《春天里倒位》的版本的时阵，我就讲一定爱请悠悠来和我斗唱，请陈老师来和我斗唱另外一条怀念的歌诗。想起来也袂记，遐侪年啊袂记，真正袂记。嘛无偌侪年呢，未到10冬呢，是讲时间过了有够紧啊。可能我老啊记忆较歹。无啦，因为老师的作品伤济啊啦。你敢会记起你细汉拢唱啥物囡仔歌？细汉囡仔歌头一条就是点仔甲念着卡，白灵丝车本机啊，嘿啊，迄个一个叉米菜，二个叉骨菜，对，迄伫下晡的一出戏内底你有唱。这嘛嘿啊，大约也是这拢是念。所以你细汉念药，这对你敢有啥物影响？就逐个黑白念就开始念嘛。你迄个时阵未开始写歌嘛？你开始写歌以后，你敢有想要讲专门写一寡囡仔歌？我感觉我咧创作较随意啊，较凊彩啊。想到啥就写啥。时间到，迄个时阵想要做啥，我就来做。其实我嘛是安尼。嘿啊，毋是讲艺职你听我。毋过我会。但是佫一项，咱作曲的人吼，有一个较可怜，较袂晓写词啦。嘛袂啦，老师不。你无词，你就变做演奏曲嘛。对无？你就无法变歌嘛。你嘛是有写，伊是咱的宝贝啊。迄久久啊，才着着一支，你慢慢安尼。我若灵感。一条都有够啊，好无？我就是袂晓写歌词，我若晓写歌词，我写40年，写可能还无到100条歌的，对无？你即摆有啊吧？拢总加起来。无啦，演奏曲莫算歌无。安尼吼。无遐简单啦。我头歌拢头1、2年，1年才写2条1条，啊无3条，加3条了。有当有啦，我有当顶半年，迄乒乒乓乓写4条。突然间有感觉。接下来就开始读个地赛。对啊。我定定用讲阿狗呀，即个读个地石头啊，安怎？因为你无法。刚我咧创作，我无嘛倒来办公室内顶下写出来。我拢你拢哪行路？哪看山看海，看捷运站，其实去看人群咯，去后壁食物件，去后壁洗，去看庙啦，看教堂啦，看啥物？你知影你看去捷运站坐到倒，是嘿就哪行哪啥，有啥物灵感，是讲。绑一个嘿无就无啊。对啊，就是按生活中去找啦。敢若你写囡仔歌应该嘛安尼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你若定定坐伫遐是歌袂安尼走出来。佫一项艺术的袂芳啦。袂。对无？艺术的袂芳嘛。一定是迄毋知安怎就突然间走出来，迄个灵感，迄个灵光乍现。我定讲我是人人啦。嘿。你着月亮出来。我物件写出我看月亮圆的啊，15、15、16、14、15。真正你互我做成，我若是月亮月圆的时候特别有灵感。对啊，情绪越丰富啊。迄可能是有那月亮。月亮。巨蟹座啊，招潮蟹啊，就刚刚看。你是招潮蟹，我是双鱼座，嘛是创作需要灵感。
按生活当中去找灵感。对啊，所以无办法做职业写歌人啊。你有那是职业啦，我毋开始业余。我嘛是业余啊。哦。对啊，因为我大部分是靠配乐甲靠迄个制作伫生活的啊。对啊。讲到你的配乐啦，你的啊电影配乐真正是算讲咱台湾的一个配乐界的传奇。啊，我想要问陈老师，你咧写歌的时阵啊，我感觉你的逐条歌拢敢若有画面伫内底，拢敢若一出电影。啊，你咧写的时阵，是毋是遮个画面本来就伫你的头壳内底？对。所以你写歌是我先有画面，啊，先有故事，啊，再慢慢变歌词。所以就甲你比如我若袂歌词写袂出，我就甲梁子讲，还是啥物讲，我想要写即个故事，啊，我甲迄故事讲互因听。比如载我捌头，我甲伊比写了袂水，我甲即故事讲互陈明仪，就甲你写出来。啊，对。所以你有若是真正有画面伫你的头壳内底，啊，你甲迄个音符甲伊捕捉出来。对。和我差不多。我是爱有先有歌词。没有歌词了，才开始写曲。啊，有当写到一半，佫有新的 melody， 啊，佫一直加入。所以这个歌词就是互你一个画面。对，对。啊，所以你看我每条歌差不多拢有画面嘛，吼。比如讲，阿嬷五轮车，对无？啊，迄画面是。就是一个做完整的故事。画面迄是拢大部分拢是因咧写歌词互我的啦，陈明仪也是梁泽啦。对啦，啊，你的演奏曲诶，你的演奏曲嘛是有，就是我先有画面啊。啊，我先看剧本啊。哦，有剧本。我先看剧本，看煞，啊，佫因拍了煞迄个毛片，我佫看，啊，佫修改安尼啊。所以你是一面看画面，一面就开始有旋律走出来。先看了剧本就开始写。啊，所以你大部分你若做一支电影，你差不多爱半年。半年差不多爱半年。啊，你感觉？完全无啥物准备的时阵，突然间有一条歌走出来。无。较无。即种。足少。因为我家己创作是，就像你头拄仔讲的，有时阵行路的时阵，也是咧做家事咧洗碗、扫土骹的时阵，就常常就会有旋律走出来。也是讲有歌词一句话走出来。我毋是，我是拢先家一个主题设定。比如我写海玲珑，我就写汉山河出来，你听下。我要写迄个。你会互家己一个主题。主要有一个主题。啊，有当是别人互我的主题。比如伊是咱的宝贝，是立新基金会，因讲要做一个救援出击的迄个歌曲，啊，我就甲迄个剧，我就开始去想伊个，大部分是安尼来啦，下晡一水是陈明仪互我歌词。我佫载坐倒摆载伊去实际啊，去山林坡安尼去洗。所以你是迄阵就想要写安尼一条歌？无，我做兵的时阵，听到陈达拉的物件以后，我规个音乐的风格拢转。算伊甲你启蒙吗？伊甲我，因为我才开始去研究田雨贤、姚赞福。柯少，就遐咱古早唱的遐台湾民谣，洪玉芳、游山龙，我去研究因的旋律。迄阵差不多是你的高中的时阵嘛，还是做兵的时阵？做兵的时阵。啊，听到陈达拉以后，规个讲完全甲西方的迄个和弦拢无共嘛，和弦无共。因为你较早本来我较耳就弹足好个啊。较早是对西洋歌曲的迄种民谣风，对，民谣啊尾啊，才开始民歌，迄阵开始写民歌。对，你较早是先写民歌。民歌煞，才开始原来咱的土地是即寡物件，啊，就开始去研究即寡物件，啊，转来退伍才开始讲，甲陈明仪讲，我想要写台语歌。我写台语歌，我较有迄个感情，因为我自囡仔就是甲阮爸母、甲阮阿公阿妈拢伫咧生活中拢咧讲台语。所以你本来写民歌的时阵，你还袂想讲要用台语来写歌？袂，我写头6年的民歌。好。啊，真正是咧做兵的时拄着陈明仪。就颠着。啊，陈明仪甲伊伫咧迄个洪建全基金会迄个陈达的因姊啊，叫姊啊去陈达啦。甲陈达拉迄
迄个卡带，哭一个卡带互我，放互我听。你听了就电着。忙去，从此以后，退我就开始买一支乐琴来乱弹。哇！所以你的这个创作台语歌的这个契机是安陈打来的。因为伊物件，就想讲我开始创作台语歌是因为陈老师来的。因为但当迄伊的物件，差不多1点钟内底，拢咧讲故事啊，史诗你听。对，你可咱讲在说书嘛。嘿，敢若西方的河马有，伊是共款嘛。伊就是你讲古嘛。讲台湾的故事嘛，讲历史，台湾的历史。啊，所以你会叫颠着，啊，搁啥？迄钢琴伊弹了就好，弹了太好个啊！啊，我研究伊的弹法，研究30年才突破啊。真的哦。啊，我突破是因为伊的徒弟朱丁顺啊。好。伊才甲我讲，但早仔是安怎弹的。阮老师朱丁顺哦，伊手无遐紧。但是伊教我讲爱安怎弹，啊，劈个安怎加。啊嘛，好佳仔，好佳仔，你有天分，你有甲学起来。安怎去做弹乐琴的劈个？我斗落去，我钓鱼线。教你做者撇步。所以这段故事对你未来就是即马后来的这创作有足大影响。足大影响。所以等于是甲你的。整个的创作的风格拢转变，按乐琴才转按南管吉他、北管吉他，你知啊？你搁八部和声转按海洋吉他，才有迄越来越丰富的遐尼多元的和声学是安尼开始。毋过尾啊，你嘛搁写做者流行歌啊，亲像对，搁有迄个流浪狗淡水啊，迄是写互别人唱的。毋是，迄个时阵是。1996的时阵，迄阵我开始想讲，袂使搁做文青的，食会枵死啊！文青，他都讲的追随陈达老师的脚步，迄是较属于文青艺术传承安尼。嘿，啊你若搁安尼落去无饭人食，你会枵死啊！对无？所以你应该写几条较会流行的歌，对，你会记得对无？你嘛有写一条啊？我有写一条较流行的嘛，一条歌唱互恁听，对无？黄伟伟主打歌啊，对无？对啦，啊，毋过我嘛是毋知影伊会安尼有算流行啊，无流行。但是好佳仔，我有对着阵啦。我感觉我若是遇到贵人，遇到小野老师贵人。安尼较会讲，我的第一个创作和主流市场有去挂钩。我毋是甲陆安秀写迄条歌，你的名写你。对，啊尾啊，老师嘛帮汤菲菲有写即条歌嘛。对啊。有写伫婚顶的名。我捌看过一个报道，讲即条歌是。毋是我的即条歌，是老师写的迄条歌，叫做《写伫婚顶的名》，是凤飞飞的演唱生涯内底唱的最深情、最动人的一首歌。伊上喜意条歌啊！虽然讲毋是介红，因为凤飞飞红的歌太侪，我知。即条歌伤深，所以一般的大众可能。听袂出来，讲内底深刻的意思伫内底，是倒位。所以讲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时代。工商服务时间。咱顶一个时代的台湾囡仔歌是点仔甲甲白灵诗，这个世代就是春天伫倒位啊。出版15档，一直是真侪幼稚园的流行歌。即届用这条歌来发展音乐剧的故事。故事好听，歌好唱，画本嘛好看，而且推荐予大家厝内有囡仔的朋友。春天伫倒位？阿雅甲阿弟去问露水。中昼的时阵，日头赤炎炎。露水咧，哪会找无？下晡的时阵，天顶的云甲日头做伴。露水咧，哪会无看到？黄昏的时阵，日头渐渐要落山。露水咧，到底是走去倒？下暗的时阵，
日头美伫山的后壁，落开咧，暗面蒙看拢无。透早的时阵，日头又搁走出来啊！落水伫叶仔顶面，落水落水，春天伫倒位？日头出来啊！我还紧来去泡日，恁去问白灵师啦。听众朋友，咱做阵来去找春天。这个绘本是，嘿啊，这本册啊。春天伫倒位？这个绘本，就是头拄仔老师有讲，有有唱这条歌啊，这条歌按15当前出来，到即马真正阁有人咧听呢。嘿啊，嘿啊。啊，幼稚园的老师拢阁会教囡仔唱。咱台湾即马写囡仔看无几个人啊。应该是讲大家无想到即个方向，但是我15当前。以外，啊，搁一个迄个伊啊。季淑玲老师啦。啊，对，啊，搁。啊，其实也有人。哦，娇华，王娇华，伊嘛有写。搁永仁嘛。搁永仁。永仁还未出版呢。嘿，永仁伊含幼幼迄个系列，我有哪足期待。啊，讲到春天伫倒位即条歌咧，有哪是一个机会，一个机缘，会当讲伫15当前出来，互大家接受，搁会当活遮久啊，到即马15岁啊，还搁有人咧唱。啊，所以我就是想讲，要互即条歌一个礼物，所以我甲做成画本。哦。啊，德小老师帮咱推荐。无啊，袂歹啊，本来就安尼啊。大家看到迄个封面顶管的书，要讲哦，陈明章老师推荐的，讲足大咖的。啊，你有影，即摆拢慢慢啊，拢伫变化，对无？啊，囡仔开始较会接受啊吧。重视母语的家庭愈来愈侪啊嘛。对啊，其实我即本绘本嘛，毋是第一个啥物母语的绘本，母语绘本已经足侪去啊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我有哪爱对人对会着阵，所以来甲即条歌做成绘本，啊嘛搁做一个音乐故事剧。有声诶，大家会当哪听哪看。啊，所以伊内底有 CD。伊无 CD， 伊是用 QR code，因为大家即摆连 CD player 都无啊。你互伊 CD， 互伊 CD 伊嘛毋知要去倒位放。啊，所以伊即摆用 QR code 甲扫一下，就会当踮手机仔听，还是伫电脑内底听较方便。吼，老师阿摆。所以你是哪广告啊？才哪放歌哪？对，会当安尼讲。啊，配音员是。期待你会使写儿童剧。这就是儿童剧啊！啊是讲短短啊，即摆希望讲后摆有机会会当写较长诶。对啊。我要特别介绍即个音乐剧内底配音是陈拉拉。是大伦音某，啊大伦伫内底嘛有客串，啊大伦的囝小伦嘛有客串，哦，袂歹啊，拢是咱家己朋友安尼好耍，啊搁特别，搁因做支持啦，啊当然嘛爱支持，对啊，用做者精神来帮就是帮我们完成这个音乐剧，而且里面的编曲就是我的好搭档，15当前就喊我做伙做一条。春天伫倒位的汉克老师，汉克伊嘛有编过老师的歌，阿嬷的雨伞是一蕊花，伊有帮你编曲一条。啊，迄个画的迄个画家是汉克因某，叫做路亚。哦，所以拢是家己人。那袂歹啊。所以做起来就感觉做有默契的。啊，做即本册真趣味嘛，希望讲有机会大家会当来看即本册，啊来听即个音乐故事。啊，咱互囡仔了解咱即个土地，啊，咱家己的故事。对，因为内底有讲到白灵诗，有讲到猫咪，啊，做者讲法是，即摆的囡仔，你若是无接触母语，可能你毋知要安怎讲。啊，若感觉有趣味，囡仔想要学台语，会当按即本册来开始。对啊。啊，我嘛希望有机会会当和老师搁较侪合作。若是讲有机会当做音乐剧，儿童音乐剧，咱会当做伙来做。对啊，无问题啊。对，反正我即摆营营啊，食饱掠三有啊。无，老师，你即摆拄啊好休困，啊，你就会当按即个有时间的即个当中去写搁较侪歌。我即摆是伫准备啥，你知影？在准备啥？对啊，你毋是要做另外一个专辑，新的专辑？我要做第2个音乐剧新专辑啊。哦，敢会使透露？我要做
人生舞台乌鸟歌剧团。真趣味，所以会甲我要甲迄个个较早艺侠甲迄个乌鸟因迄个时代迄个故事，家己按乌鸟仔记开始吗？无含迄无关系。无关系，新的歌，拢是新的歌吗？含杨三郎有关系。哦，真的我哦。足欣赏杨三郎迄阵写诶物件。哇，一定所以做好，我要一定做甲赞。因伫咧舞台顶，去上经典诶江多雅舞甲梦丽莎规秋风谣甲串起来，用现代诶歌相并对安尼。我诶歌含杨三郎歌，甲伊个乌鸟诶迄个时阵，全台湾巡回诶迄个故事甲写出来。好，甲插一条囡仔歌伫内底。安安尼我可以当参与。好啊，你会使，安那会使，你就是看。你会当写歌你爱灵感互我，你会使写互我。好啊。因为内底也无一定爱我写诶歌。哦，我看以老师的速度来看，可能还搁等足久。我这物件，我早个捌头前后30年呢。对啊，袂当等遐久啦，你爱较紧，动作爱较紧。我即个故事，杨三郎这个故事，我想要几啊冬去啊呢。好啦，较紧来甲完成啦。我明年先甲 CD 创出来，嘿啊。好啦，今仔日做欢喜，和老师开讲，是讲咱时间也差不多啊。吼，咱即马。希望你会使加写一寡咱的囡仔歌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多谢老师。上落尾咧，若是大家有介意即个空中信箱的节目，一定爱分享互恁的朋友做伙来听。若是想要听陈老师倒一条歌的故事，大家伫节目的下骹留话，也是写批来互阿中师，伊就会讲迄个故事互你听。上重要的吼，爱支持咱老师的音乐。因为陈明章老师的音乐是世界大声上介好听。最后吼，因为头拄仔咱讲着囡仔歌嘛，我敢会使来点一条老师写的囡仔歌。会啊。小龙虾皮，你敢会记住？会啊，哪会记的？对啊。你要来现场来唱吗？我弹，嘿啊。免唱，我弹演奏曲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小龙虾皮，我会记你。我会记起迄个时阵，老师写即条歌的时阵，我阁有帮老师改2字的款。小龙虾皮，船仔喷古吹，河边风惨烈，船仔是阮下，水滴无食饭，坐真毋甘，目睭开开，明仔载请人客。我是春天伫倒位的黄静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阿中师的空中信箱，后回再相会。